哎呦，嘿，干嘛呢？啊，亲他不亲我呀？这吃完了吗？那个啊？哎呦，慢点声，慢点声啊！哎，小朋友，那个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这无缘无故带孩子来，不能提前说一声吗？又不是外人，依然的妹妹，依然什么时候多出个妹妹来？一直都有啊，你不知道而已啊。哎哎，别舔手指头，你吃，你别舔手指头呀啊！哥哥，你身上的香水味好香啊！是吧？你喜欢闻？我很喜欢这个味道。我也喜欢这个味道。来，坐下说。天乐哥哥呢？嘘，他睡着了。哥哥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说吧。今天幼儿园老师给我讲了小王子的故事。讲到了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，去拜访其他6个星球，可老师只给我讲到了第4个星球，我就被天乐给接走了。我很想知道后面是怎么样子的。最后小王子有没有回到自己的星球？你能讲给我听吗？哥哥没看过小王子，怎么办呢？这样，我给你搜你喜欢看的动画片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啊？那咱们玩拼图吧。可我这没有拼图啊。我有。你带着呢？那咱们去玩拼图。好。走。把他们给劈了吧！放心，我现在已经是超级英雄了。如果有麻烦的话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能找到耳朵吗？我呢？没找到，好。找到了。这么聪明啊！报告009，成功完成任务。奖励虾片1片。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再来一遍。接着来。走，咱们回家了啊。舒宇，谢了啊。谢什么呀？下次再带依恋来玩。哟，不像你风格呀，还挺喜欢孩子，还是因为我们依恋太可爱了呀？哎，依恋你知道吗？他平时可真不这样，今天真是喜欢你了，又给你吃的，又跟你玩的，平时严肃着呢。是吗？我不觉得，我很喜欢少宇帅哥的。真的，你喜欢我是吧？好，来，那我就送你一个礼物，以后啊，你喷到身上，跟你的房间里边，你就能闻到跟我身上一样的味道了。赶紧谢谢帅哥呀！谢谢少宇帅哥。不谢。走，咱们。哎呦，嘿，干嘛呢？啊，亲他不亲我呀？你吃醋啦？必须吃醋了。哎呀，行吧行吧，跟个小孩似的，给你补上不就好了吗？行，那现在补来。走了，走，慢点啊！啊，你走了啊。走，出门我再带你啊，咱先走出这段。我回来了。喂。天乐啊，你在我的房间喷了什么呀？
你房间我进都没进过呀。依恋呢？刚才跟那玩呢，你看看是不是在卫生间呢？依恋，依恋，依恋，什么事啊？房间里的味道是你喷的吗？是茉莉花香的味道，好闻吗？你哪弄来的？哦，是一个哥哥给我的。知道了。你今天带依恋见谁了？哦，我带他去玩的时候呢，正好离谭少宇他们家比较近，带他坐了一会儿。谁让你？哎，不是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香水呢？藏哪儿了？给我拿出来！藏哪儿了？拿出来！谁给你的？问你呢，谁给你的？是他给你的还是你自己要的？他给我。他给你就喷啊！啊？是他让你喷的还是你自己要喷的？别哭，我问你话呢！你哭什么哭啊你？你还有理了你？不听话是吧？别哭，给我憋回去！给我憋回去！给我憋回去！哎呦，这干嘛呀？啊，喝着吼他干什么？你懂什么呀？他闻香水他过敏。他过敏，他又不知道他是一孩子，一瓶香水里面大呼小叫的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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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哭了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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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慢点玩去啊！怎么又来了？下单在吗？什么事儿跟我说吧。说，一定要说。我今天来这2件事，一是想找你姐解释一下，二就是找你。小五，拿2个杯子。哥，咱有话好好说。去啊！好。来了，你不想见他？你这是想还是不想啊？这看这架势，这俩人是要杠上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今天我要是赢不了你，我就喝死在这儿。来吧。嗯。
你干嘛？别喝了，我输了。瞧不起我啊？不是，我是真喝不了了。让我用不着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对我姐好点儿，要不弄死你！我都想明白了，我喜欢你，不论你会不会说话，我都喜欢你。嘿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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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过去了！看我！马上到了啊！我到了！我到了！我赢了！天哪，你使坏，都坏！干嘛呀？我使什么坏？我使什么坏了？我玩的好像我使坏了吗？啊！你就使坏了！我使什么坏了呀？啊！不然我不会输的那么惨。没事儿，你别着急，换一个你的强项。来，我不玩了。那你要干嘛呀？啊？我饿了。你饿了？哎呦，我这刚歇会儿，我这就做饭去啊。我想吃熏鱼。行，祖宗，我这就给你买去。哎，别买了，我做吧啊！做熏鱼那多麻烦呀，我还是去买吧。不麻烦，我做就行了啊。行吗？行，天乐，哎，我还想吃冬瓜排骨汤。冬瓜排骨汤，行，我一起给你做了。还有什么一起点了？暂时没有了。等想好了再告诉你。好吧。等着啊。好吧，那我就陪你玩会儿。双人游戏啊。哎，你也别太惯着依恋了，他现在对你有点没大没小了。我觉着挺好的。
哦，对了，我们房间那个壁纸卷边露白墙了，依恋老爱在上面乱写乱画的。我觉得那壁纸该换了，要不然咱们哪天去建材市场挑挑去？成，这事儿你定。喂，天乐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没来。你把你的病情说重点不得了吗？我都说我快要病死了，人家也没来啊。沉住气，啊。天乐，哎，帮我看一下。这还是你自己听吧。啊。医院真的太无聊了，全都是消毒水的味儿。哎，我这胃还没好，鼻子都要出。挺幽默哈。那什么，要不你在外面等我吧，我这很快就好了。饿了吗？应该马上快好了吧？你是不是跟依然在一块儿啊？哎，来喽！来，尝尝。哇，看上去样子很不错哎。看这样子不错，吃起来还不错呢啊！来，尝尝这个。微信。啊？哦，不用管。来，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像酒放多了。酒放多了吗？好像是放多了，没事，不吃这个啊。咱们呀，喝点冬瓜排骨汤啊。这个看起来不错哦。来尝尝这个，这怎么样？我给你吃着啊。好，来。真好喝，和幼儿园做的味道一模一样的。是吧？这是我的独家秘诀啊！来，没事儿，你去吧。你以为我这么点度量啊？那什么，那我待会儿吃完饭我就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我就怕他那儿一个人，等那少宇来了，我就走啊。来，我再给你盛点。去吧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哦，我那个探视。探视。时间过了啊。谢谢啊。
哪儿了？你这儿吧，探视时间已经过了，要不你就好好休息吧，好吗？我病了你也不来看我呀？不是不来看，不是说了吗？探视时间已经过了，早点休息吧啊！我怎么觉着你就在我不远的地方呢？你呀，别自作多情了啊！我现在正躺在这家里床上呢，一手拿着葡萄，一手喝着苹果汁儿，床头还放着新西兰进口的番茄汁儿，带着冰块的，生活倍儿舒服，倍儿洒意。骗人！我怎么没觉着你在吃东西呢？我骗你干嘛呀？真的，我马上睡觉了啊！那你陪我发微信吧，我发一条你回一条，行吗？看心情吧。那我发2条，你回1条，行吧？不是说了看心情吗？你怎么脸红了呀？我脸哪儿红了？被上面的光照的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你不是一手西瓜一手葡萄吗？那就算我吃饱了，出来溜达溜达，消化消化食，可以吧？你就是个骗子。那我能理解为你睡觉睡了一半，突然想我了，梦游过来找我的吗？我在来的路上给你买了这个，本来呢想让他陪着你的，结果到这儿了，探视时间过了，没给你送上去嘛。来，告诉你个秘密，下次送我礼物的时候，你记住要送 Hello Kitty。啊？不是，送礼物还得挑的呀？啊？那什么，谭少宇怎么没来陪你啊？谭少宇干嘛来啊？啊？也是哈，他为什么来陪你呢？我告诉你，要是我的谁谁谁就必须来陪我，不来陪我就会生气。但是谭少宇是我的谁谁谁吗？你明白谁谁谁是什么意思吧？我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太晚了呀。那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呀？改天一定来。改天改哪天？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？我跟爱宝商量一下，商量好了就来，没准是下午。下午1点01也是下午，4点59也是下午。爱宝下班晚了，万一是傍晚了呢？5点01也是傍晚，6点59也是傍晚。你看你，还把时间弄得那么准，干嘛呀？到时候定好了一定告诉你，行不行？
你来看我还得经过爱宝同意吗？不是。哦，那就是要经过依然同意。也不是，你看我这不都来看你了吗？还给你买了礼物，让他陪着你。下次我来的时候，我一定给你带个 Hello Kitty 来啊！哎，这么晚了还在这儿，你哪个病去的呀？我想这个了。哦，哎，我喜欢他。回来了。哎，他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输液呢，输完液就好了。这下你放心了？啊？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嗨，就是谭少宇，光知道忙工作，在医院就没露面，这事回头我得好好说他啊。哦，对了，明天你有时间吗？咱们去趟建材市场吧。明天？明天？明天你要是没有时间的话，那我就自己去吧。主要是依恋他想让你挑，他觉得我没有眼光。明天可以，我去啊。休息吧，晚安。好，晚安。来来，啊？怎么了？你音乐声音太大点，听听听。哦。这行吗？重金属。喂，喂，怎么搞的？怎么不说话呀？对了，天乐，这壁纸咱们自己贴吧。啊，自己贴？自己贴多麻烦，这有一条龙服务，还花不了几个钱。不是花钱的问题，我老觉得自己贴特别有家的感觉。哦，哎，你看这行吗？你太不了解依恋了，这粉色的依恋最不喜欢了，他一看见粉色就头疼。那他不喜欢粉色，他喜欢什么呀？你得找找有没有海贼王的。海贼王那是男孩喜欢的。还跟他忘年交呢，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连他喜欢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饿了。哎，你先看看啊。我饿了，医院的饭太难吃了，你过来，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吧。这好无聊啊。这本里面没有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哎。
不是说傍晚来吗？你这个骗子，这都几点了呀？我今天出去办事儿了，手机扔店里了，刚刚回来。你这个理由太假了。那个，我现在店里有朋友，爱宝跟磊磊在这儿呢，我走不开。他们在聊薛晶晶的事儿，而且现在已经过了傍晚了，今天过不去了啊。今天傍晚你没来，算是失信。明天你必须来。行，那就明天再说啊。走了啊，你回去吧，那一会儿我走了啊。哎，这么惊讶干什么？今天下班早，特意过来找你一起回家。啊？哦，哎呦，这都9点多了，下班还早呢。平时都10点多呢。走吧。哎，怎么了你？有心事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，真没有，我一点都没有。他说明天不来看我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喂，依然今天没来上班，原因查清楚了吗？谭总，他说今天要去给家里买枪支。天乐，你看我把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咱们准备干活吧。不是那，咱们自己干呀。是啊，后天一大早我就要接依恋从幼儿园回来了，所以咱们现在只有1天1夜的时间了，咱们必须得不舍昼夜的才能把这面墙贴满了。啊？哎呦，我这明天你有事儿吗？明天倒没事儿，我就是想说，现在都这么晚了，你后天就要把它弄完，这时间也不多，我怕干不完。你再啰嗦几句的话，咱们真就干不完了。我先去货交去了啊。哎。那个，我明天去不了了。喂，妮妮，最近好吗？这好久没接到你的电话了。还好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心情不好？没事儿。大床没来捏。你的药。谢谢。没事。你在医院？你生病了？没有，就一点小毛病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有点累啊。你在哪家医院？我在绿地医院，怎么了？你还能打个飞的过来看我？行了，不聊了啊，回头再说。拜。
喂，马上赶到公司。谭总，今天不是星期六吗？周六怎么了？临时例会，我需要向你报批吗？好，我这就赶到公司去。20分钟，我车会经过你家楼下，你下来就好了。知道了。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？谁给你笑了？还笑？梅兰妮在吗？哎呦，病人呀，你干什么？病你个头啊！呸呸呸！我就是前段时间那个胃不太舒服，来吃点吃的。不是，你这怎么回事？我知道你住院，我是专门回来看你的，你这生龙活虎的，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告诉你，你回来不告诉我，我就恨你，我恨你。虽然我爸现在住在你们家，我该谢谢你，但是我还是恨你。照顾叔叔那是我应尽的责任，但您能不能把自己照顾好？我让我不挺好的啊，挺好的住院。来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吃一点东西。哎呀，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啊，梅兰妮同学。啊，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胃不太舒服就跑来住院了，你当我傻？我先问你件事儿啊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那个人也喜欢你，但是他现在和别人是名义上的情侣，那你心里怎么想？挺严重的啊。哎，我问你件事啊，你说的这个人不会是你自己吧？啊，好吧，我是装病，我就想看看他心里是不是真的有我。那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他这个人，哎，一句两句很难概括。他平时跟我老是针锋相对，但是总是能把我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里给拉出来，让我变得有力量。是一个能给我力量的人。能给你力量的人，评价很高啊。但有一件事我不明白，什么叫名义上的女朋友？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他跟你说完甜言蜜语，转过身跟另外一个女孩说同样一番话，你觉得这样的男人靠谱吗？啊？不是，他不是你说的那样，这件事情非常的乱七八糟，哎呀，很复杂的。妮妮，不然你跟我回新西兰吧，你就不用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。叔叔的事儿你放心，我会帮他，等帮他处理好了，也把他接过去，好不好？我都说过了，新西兰那儿不适合我，我去也行。那你赶紧找个洋妞，生个混血，我过去给你们俩带孩子，赶紧的。这么久了也没人来看我，没人理我，没人管我，我已经被世界给抛弃了。你别那么悲观，这不是大家都有事儿忙呢吗？都是借口。你专心治病啊！你再不来，我就出院。
你病没好呢，你出什么院啊？哎呀，我病死算了，你赶紧来，你最好赶紧带着相机来，把我最后的时光也给拍进去。好了，拜拜。Well done, Antonio. Oh, Wayne, nice to see you after so long time. Yeah, it's a long time. So how's everything going? Oh, very well. I'm enjoying my music. Only one question for you. Why you always like playing the same episode? I will change for you. You will Sir? change it for me? Yes. You Yes, better sir. start I will now. change right now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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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总，要是没有工作上的事情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不论公事私事，今天只要你离开，明天可以不用来公司上班了。着急见天了？不用那么急吧，你们两个有很多时间，不是？今天还有别人要来吗？没有啊，就我们两个。我喜欢安静。安东尼奥弹的这首曲子听过吗？听过，叫什么名字知道吗？《爱之梦》。对，《爱之梦》，很浪漫的名字。但写给谁的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是李斯特写给他最爱的女人卡洛琳。卡洛琳呢，为了爱李斯特守候一生，但到最后，两个人终因各种原因也没能在一起。很可惜，也很凄美，是吗？可是我一直在想，一个女人为了爱一个男人，终其一生为其守候，但却无果而终，不觉得遗憾吗？不后悔吗？女人为了自己的爱情，是永远都不会后悔的。是吗？那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负心的女人？那是因为有太多负心的男人。这女人也负心，男人也负心，怎么成就长久的爱情？我觉得这个世界上，愿意为爱付出、愿意为爱守候的女人，还是存在的。我谭少宇没有那么幸运，我碰不到一个女人可以为我终其守候一生，碰不到，碰不到。可能是谭总工作太忙了吧，有时间的时候多出来走走，或许能碰上。也许吧。哦，对了，依然，你觉得你能看透我的过去吗？看不透。那你猜一猜，我能不能看透你的过去啊？我觉得我能看透。你不用这么局促，也不用这么谨慎。今天呢，你就全当是这一段你工作很好，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请你喝一次下午茶，来表达我的谢意好了。谢谢谭总。不客气。
你不是不来吗？不是得把你最后的时光给你记录下来吗？万一我要见不着你了呢？呸呸呸！怕我点好行不行啊？来看我空着手就来了。不是你不是肠胃不好吗？哪敢给你瞎买东西吃啊？我现在饿了。那行，那你说吧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。我想吃小笼包。哎，咱们去城隍庙吧。去什么城隍庙？你这病还没好呢，去城隍庙？哎呀，那你一会儿陪我下去走一走，透透气，我都快闷死了。别老死呀死呀死，多不吉利啊！怎么了？反正你也不心疼我。走啊！走就走呗，还暴力打人干嘛呀？咱别坐电梯，走楼梯。走楼梯干嘛呀？电梯为什么不坐呀？好多医生护士都坐电梯，让他们发现我了，给我抓回去怎么办啊？你这是坐牢的喊肯定把你抓回去。我跟我以前的女朋友也来过这儿，其实很多记忆都一直放在心里边，但现在想想，都已经物是人非了。我的这些感受，你是不是多少应该明白一点？我可能出现幻觉了，总觉得你就是我以前的那个女朋友。谭总太抬举我了，我怎么可能跟您的前女友相提并论呢？触景生情。对了，谭总，我还有一件私事想跟您说。关于你跟天乐呢？我不感兴趣。我跟天乐要结婚了。什么情况呀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间就不高兴了呢？啊？我想我爸。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离开他们这么长时间。我现在每天吃饭我就拼命的多吃，我觉得我要把身体养好。我现在不光是为了我自己，也是为了他们。他们以前老担心我吃不好睡不好，但是我现在特别想他们，特别担心他们俩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样，吃不吃得下饭，睡不睡得好觉。那个，不用担心他们，他们肯定过得比你好啊！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真的是特别的没用，我每天就知道咋咋呼呼，其实我就是一个缩头乌龟。我也知道我应该自食其力，应该帮我爸妈他们分担一点，可是我就是什么都不会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自己生存都有问题。是不是你心里也特别鄙视我呀？不，我就是想鄙视我也鄙视不起来呀。其实你吧，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，善良、勇敢、坚强。这也是啊，我为什么把你这么一身臭毛病大小姐当成好朋友的原因。
你想想啊，就是你现在碰到的这个家庭的变故哈，就你还能这么勇敢的面对生活，这么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，这要搁别人看来是件特别难得的事儿。对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敢爱我呀？逗你呢。哎，这儿可以啊。你站这，你站这。你教我手语呗，你就教个简单的。你教我的名儿。李啊，爱宝，这个不太好，我觉得，我给你改改怎么样？你看啊，李呢是我，这是爱，啊，轻点，爱，我的宝呢是你，所以应该是我爱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来，水给你打好了，给你搁这儿了啊。那个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我也走，我要出院。你出什么院？人大夫说了，你能出院吗？我在这房间里都快被逼疯了。你病没好，那就别出院了。你出了院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人家谭少宇交代啊？你干嘛跟他交代呀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病没好呢，就别出院。那你要是出院出了什么事儿，也没法向你爸妈交代啊，是吧？行，那你走，我就一个人待在这房间里，1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，我变成老妖精，反正也没人管我。你看怎么还发上脾气了？谁说没人管啊？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跟少宇管的吗？你为什么老是提谭少宇啊？这不是你住在人家家里头，再说人谭少宇偶尔不是也管管你吗？他什么样你不知道呀？冷冰冰的，我住在他家够他烦的了，他巴不得我消失呢。不是，人家少宇不是工作忙吗？是吧？人家没时间过来看你。再者说了，你看，人家给你啊买了这么多花儿，不挺好的吗？哎，问你个正事儿啊，你觉得谭少宇
能当你的那个谁谁谁吗？你觉得呢？行，你要真这么想，我就如你所愿，我跟他凑一对得了。你要自己觉得合适也行，我就是起个推荐作用。反正谭少宇没给哪个女孩买过这么多花儿。花儿又怎么样呀？谁要谁拿走？虚荣的花花世界我没见过呀。过去20多年，我每分每秒活的都是空白的。我现在只是需要一个人陪着我，无时无刻担心我的身体，发自肺腑的在乎我的感受。如果我过得不好，你会难受吗？我只能做到给你买 Hello Kitty 这个份儿上了。谭少宇永远不会成为我的谁谁谁。你好。哦，天乐在家吗？哦，他有事出去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您是？哦，我是张小琪，林天乐的妈妈。哦，那快请进。来，快请坐吧。你渴吗？我给您倒杯水去。啊，不用了。天乐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啊，女朋友一个比一个漂亮。我们林氏集团呢，原来只有一个独生子，那就是林天乐。但现在不同了。现在，我肚子里又多了一个宝贝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作为一个妈妈，就是要给自己孩子最好的。这个你应该明白吧？因为我们都是女人，所以我就要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拿回来，送给他。天乐回来了。哟，你怎么跑来了？你们聊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坐吧。我可是挺着个肚子，专门来找你的。哎呦，您这儿怀着孕呢，就别到处瞎跑了，万一动了胎气，我可解释不清楚。当然了，就咱俩这关系哈，真到那时候，你也不会为我解释，是吧？天乐啊，我啊今天去看你弟弟去了。哎，你看啊，他长得呀特健康，你看鼻子像你爸爸吧，脸型像我。你说这么一个小东西窝在那儿，哎呦，你说太可爱了，我太喜欢了。行了，您就说吧，兴师动众的过来找我，不是为了让我听你这妈妈经吧？你还挺着急的啊。行，你既然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那天我找你去说的那个协议的事儿，
怎么样？还是放弃继承权的事儿。那你猜的啊，我是会签呢，还是不会签呢？你不会是要反悔吧？看来你只是嘴上说说不在乎，其实你特在乎你爸那些钱，对吧？哎，我怎么那么瞧不起你们这些男人啊？说白了，你们这些男人就是假清高，虚伪。我再重复一次啊，我跟林茂华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也放心，我就是饿死，我也不可能用他的1分钱。我嫌他钱脏，他害死了我妈。他没有害死你妈，他……行了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哎，哥，咱进去吧，这天儿别中暑了。哎，爱宝，这天子有点问题，你下班赶紧过来一趟，啊。哎，听乐呢？买酒去了。他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。你俩天天在一块儿，他出什么事儿你不知道？这回啊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哎，我听说你跟薛晶晶那边进展的不错呀，特费劲吧？这姑娘是不是特精明？精明，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姑娘，你知道吗？哎。咱就拿上我后座这事儿来说吧，你说多简单的事儿，他没一次利索的。还有，你说哥们儿骑车不稳了，可他每次一上我的车啊，都紧张的要命，你知道吗？死死的抓着我的腰，那指甲盖都快插进我腰里去了。这次更是好，报了一个什么足球宝贝大赛，你猜怎么着？人家老人家连这足球办上多长时间都不知道，你见过这样的吗？我听你说这话。怎么带着一股子娇嗔劲儿啊？有吗？是你把他搞定了，还是他把你搞定了？你别忘了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。你是去报仇去了，还是投怀送抱去了？我肯定是给你报仇去了。我看不像，我看你完全被他给迷住了。没有，你想多了。蕾蕾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这一身可都是假的，工作身份。薛晶晶她要知道你是这车行的一小店员，她能待见你，还是一自行车店？她是算准了你买不起房，拿不出10万彩礼、20万改口费，她能上你的车搂你的腰，醒醒吧你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
找你来了啊？什么事啊？我想问你什么事儿呢？喝点呗。喝点呗。走吧。哎，行了，走吧。不是怎么个意思？你跟薛老师是要翻车？薛老师要参加一个足球宝贝大赛，这2天马上就要初选了，他担心选不上，让我给他做参谋。不是这好事啊，不是深入敌营吗？什么好事啊？还没看明白呢，着了道了这是。是我给他报的名儿，我要不帮他，他就准备弃权了。反正你的事儿啊，你随便。我就是提醒你，薛晶晶现在已经化被动为主动了，逢什么场做什么戏，你心里得有数。你要是真喜欢薛晶晶，你就直说，没关系，哥们就当给你做嫁衣了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可是你不能瞒着我呀。那个别听他的啊，那个薛晶晶真要是你喜欢的类型，那咱就冲上去。我拿什么冲啊？一无所有。一无所有跟你凑啊，是吧？你别跟他似的，他是自己跟自己较劲，咱不较这劲啊，咱们踏踏实实的娶回家，那是自个儿媳妇儿，是自个儿家里的啊。天乐哥，谢谢你，也谢谢爱宝。爱宝说的对，薛晶晶我娶不起，我没那身份，更没那福分，这就是命嘛。一个人要没钱，那就得有才华；没有才华，那就得有运气。我这什么运气都没有，天天抖背字儿。那还是自个儿有点自知之明吧。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还有点自知之明。我去静静。话说的有点重啊。不是你说，薛晶晶那种人，你还让我说什么呀？哎，不对呀，我是来看你的，怎么说半天全跑题了呢？你怎么了？没怎么呀，没怎么的，蕾蕾。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呢？我就胡说八道。不是你盯着我干什么呀？那什么呀？说说你怎么样？进展的如何呀？行，打岔是吧？不想说是吧？没关系，您自己能想通就行。反正啊，别没事自己折腾自己啊。听哥们的，经验之谈。哎，啊，怎么了？看到你给我递的壁纸了，我很喜欢。这个香吻呢是奖励你的。行，你喜欢就好啊。行了，天乐累了，进屋玩去吧。乖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呀。明兰，你怎么样了？正在治疗呢。谭总忙，你有时间多去陪陪他，在医院里也挺无聊的。早。
早早。李丽，大家都这么忙，是刚来啊，还是干了通宵啊？一大清早就过来了，公司里面接了一个大项目，长期领导非常重视，已经开了一上午的会议了。哦，哎，什么项目啊？让大家都这么紧张？好几家大公司都在跟我们抢这块肉呢。是不是应该也有林氏集团啊？我看他们也想抢这个案子呢。林氏集团完全不跟我们在一个水平线上，完胜他们我们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对了，依然，待会儿你去跟谭总买杯咖啡吧。嗯，好。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这个案子我们必须要拿下来，而且现在我们手里面有主动权，只要设计方案修改好了给他们，他们一定会特别满意。毕竟我们公司请的是欧洲最顶尖的设计团队，这个是其他公司没有办法比拟的。我知道。好，下午见。谭总，咖啡。先放上吧。谭总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现在全公司上上下下，每个人都因为案子的事情忙得一团糟。待会儿我要去盯着设计部碰面的事儿，下午的会议恐怕人手不够。公司就没有其他人了是吧？谭总，我没事儿。但这个案子自始至终你没跟过，能行吗？我听同事提起过，待会儿花半个小时了解一下，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关键是，目前公司上下也只有我能抽得出身来。下午1点半，跟我去汇东大厦，你去换衣服。好。